嚟到珠海嘅梵高星空藝術館啊！呢個藝術館以光影同埋空間視錯覺技術，將梵高呢位荷蘭後印象派畫家嘅多幅名畫展示出嚟。呢度展覽空間唔算好大，但係都有好多打卡位㗎。而家一齊跟我哋入去睇下啦。中間嗰幅呢，就係梵高嘅自畫像啦。如果想知道梵高嘅生平，可以望下附近嘅展示板㗎。呢幅就係梵高嘅名畫《星夜》啊，仲有夜間咖啡館、開花的杏樹等等。而呢個場景就係麥田中的烏鴉，你可以置身其中打下卡㗎。進入鑽石隧道之後，見到燈光閃閃嘅幻彩場景，我梗係盡情發揮啦！呢個就係鏡幻宮啦，對出有間星夜咖啡廳，不過杯咖啡就要自己意象出嚟啦。隔籬有列星空地鐵，俾你享受藝術之旅。而對面嘅光之輪就係將梵高嘅語錄通過鑽筒嘅形式投射出嚟。姐姐，前面仲有㗎。呢個區域係幽藍蝶夢啊，左邊以粉紅蝴蝶為主題，而右邊就佈滿藍色蝴蝶啦。再行前呢，就係紫光森林啊，望真啲，原來有個鼓放咗喺度喎，一打落去呢，就有光影效果，都幾繽紛㗎。轉入去呢，就係旋轉隧道啦，呢度好夢幻啊！走過去之後，真係有天旋地轉嘅感覺啊！下一個場景叫名畫之光啊，將世界經典名畫同埋傳統燈彩工藝完美融合咁樣展現出嚟。跟住我哋行去屋頂，嘗試尋找那個來自星星的你。再去月亮夢工場同埋愛在星空下，隔籬仲可以捐入去星空下的沙漏，同埋扮演星夜精靈㗎。至於賞花之人呢，除咗可以喺玫瑰花海，亦都可以去向日葵之花同埋向日葵花海影多幾張靚相打下卡㗎。跟住就可以探索下星夜迷宮啦。好似我咁都可以嚟梵高畫廊扮下畫家㗎。行個少少，你都可以進入數字光影體驗，感受下不斷變幻嘅色彩世界。最後，你會去到金光璀璨嘅麥田宇宙，同埋以白鴿為象徵嘅愛與和平啦。我哋嘅梵高星空藝術館之旅就到呢度啦，拜拜。